力神。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 J Daily 娛樂快訊。睇片之前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，多謝晒各位觀眾。今晚我哋嘅焦點題目係29歲嘅學霸女神兼新晉歌手 Kylie C 鄭紀瑤。呢位由港波女神成功轉型，舊年推出只得一半獲詞神林夕加持嘅女星，上週五晚1月30號突然喺 Instagram 限時動態宣布因健康問題緊急停工，專心接受治療。消息一出，即刻震驚粉絲圈，好多人留言保重身體，早日康復，等你返嚟。嚟講講呢次健康警報嘅最新情況。Kylie C 用黑底白字發長文，中英文寫到感謝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與愛護。好抱歉咁通知大家，由於身體原因，我需要暫時放低嚟緊嘅所有公開活動同工作，專心接受治療。近期身體抱恙，經過醫生詳細評估，為能更好地恢復健康，我將進行一段時間嘅治療。佢強調呢個決定係艱難但必要，為長遠健康着想。語氣沉重，但係佢展現正面態度。呢個係一個需要靜心面對嘅過程，但我相信一切都會好起嚟。我會積極配合治療，爭取早日康復，重回大家面前。喺此期間，工作事務將由團隊協助處理。再次感謝你哋嘅溫暖與陪伴，期待不久之後以更好嘅狀態同大家相見。祝大家平安健康，我哋轉頭見。第二日1月31號，佢再更新近況，上載2張圖片，一張係醫院留院佩戴嘅病人手帶，旁邊寫 Thanks everyone speedy recovery， 多謝大家，我會盡量康復。另一張係語錄 A letter to my anger。Nothing hurts more than seeing yourself again in the same situation after getting better for a while。致憤怒，世上最痛心嘅莫過於以為一切剛有好轉，轉眼卻發現自己又被打返原形，重陷困境。字裏行間透露無助同低落，但同時見到佢堅強面對。據了解，呢2星期身體特感不適，以影響主持工作。好友阿小回應，因為佢身體突然間有啲唔舒服，所以呢2星期有啲主持工作受到影響。但放心，佢而家休息中，會好快同大家見面。具體病情待佢康復後親自交代。目前最新消息顯示，佢積極治療中，暫無進一步更新。原本 Kylie C 對農曆新年年宵寄予厚望，早前興奮預告開設杞子堂攤位，位於 D2 Place One Market 2年宵市集。2月11到16號，7樓的 Upper Stage YouTuber 加 KOL 專層。將攤位設計成中藥白紙櫃，化身古裝鄭醫師為粉絲1對1診症互動，親手執藥獻祝福，仲有蹴鞠足球小遊戲、古裝變身打卡體驗，似身心靈互動遊戲咁，一齊傾偈、購物、玩樂。呢個計劃本來係補償之前生日同大埔火災日子接近，慶生活動取消嘅遺憾，想同粉絲多啲互動。阿小解釋啦，新春年宵杞子堂嘅主題嚟自之前 Kylie 生日同大埔火災日子好接近，所以當時嘅慶生活動都停咗。今次年宵活動 Kylie 想同支持嘅 fans 多啲互動，可惜健康問題令呢個計劃受阻，能唔能夠趕及年宵復出，仍然屬未知之數。佢轉載阿小貼文，表達盼望年宵前好好休養，盡快同大家見面。睇緊呢個片嘅大家，平時返工壓力大，飲食唔健康，休息唔足夠，好容易影響男士床上表現。有冇試過狀態唔好，好易放煙花，又或者需要上陣時提唔起勁，唔想有尷尬情況，或者想提升表現，記得選用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瑪卡。力神品牌係香港男士保健品專家，呢一款係萬寧同店濃縮度最 top。J Daily 小編親身試過，只係食咗1盒，1個月未到就已經精神滿滿，瞓得好好，好有活力慾望，做起事上嚟都特別有耐力。食夠3個月就連身體個底都打好埋。推薦俾睇到呢條片成日都需要用嘅你，有咗佢可以幫你加強機能，表現發揮都好啲。而家仲有全新包裝正式登陸香港萬寧，第一次首先試下1盒體驗嘅。如果覺得 OK 嘅，買3盒裝一個療程效果會再好啲。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瑪卡，萬寧有售，認住力神呢個名就得。Kylie C 鄭紀瑤，英文名 Kylie Chang，1996年12月13號出世，昵稱 Kylie C， 係香港女藝人。出道前喺英國白禮頓市嘅修適士大學修讀犯罪學，畢業後返香港投身兒童教育，任職行為治療師，係不折不扣嘅高學歷學霸。21年參加2021亞洲模特盛典香港賽區暨 ACE 演藝大獎比賽，奪得演藝亞軍同 Face of Hong Kong 模特兒冠軍，正式出道。出道之後佢先喺 ViuTV 遊戲節目水着考有 feel 做嘉賓，之後參與戀愛實境真人 show 戀愛 Staycation， 仲以編號045代號 Triple May 身份參加美爾1屆口罩小姐選舉，成功入圍最後12強。23年頻頻做 ViuTV 節目同劇集嘉賓，24年聯同郭卓瑤、陳映彤、情人褲主持真人 show 潛在挑戰中，喺香港、菲律賓、日本唔同潛點挑戰潛水，展現冒險精神。作為足球迷，佢由世界盃支持德國隊開始，因為雲加而成為阿仙奴忠實球迷，又因為讀書住白禮頓而支持當地球隊。由2022至2024球季，佢喺 Now TV 體育台固定主持足球評述節目《絲打講英超》，仲喺英超有你講，先後訪問阿仙奴球員利基迪亞、迪勤懷斯同隊長奧迪哥特。24至25年間，更以客席身份參與 FWD 富衛保險賀歲盃2024、Tatler Fest、香港隊 VS 國際邁阿密、Now TV 歐洲國家盃2024及 FWD 富衛保險賀歲盃2025等大型足球賽事直播主持。
2025年6月19號，佢喺個人 YouTube 頻道公開首張單曲《只得一半》MV，第日全面上架各大音樂平台，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。同年10月10號推出第二首單曲《可憐之人》。近年佢決心洗底轉型，刪除大量性感泳衣照，苦練歌藝，更獲林夕填詞加持，用實力擺脫花樽標籤。正當事業起步、轉型關鍵期，健康卻再響警號，令人惋惜。其實健康隱憂早有跡可循，早喺23、24年佢透露咗以突發性失聰，聽力唔夠30%，飽受耳鳴，訪盡中西名醫揾唔到原因，永久受損。當時憑歌寄意，用只得一半道出心聲，展現極強生命力。外界以為佢已適應，豈料今次疑似舊病復發，壓力大有關。呢次停工雖然突然，但以佢嘅韌性同樂觀，一定可以克服。粉絲留言滿晒支持，健康最重要，早日回歸，證明佢魅力來自內在，堅強同真誠。多謝各位觀眾收睇今日 J Daily 娛樂快訊，我哋會繼續緊貼 Kylie C 最新動態，為你第一時間報道。希望 Kylie 早日康復，重返舞台同粉絲見面。如果你都關心佢，不妨留言打氣或者 share 俾朋友，一齊為佢加油。下次見，拜拜。